情緒教室，如何在失去後找到希望？失去係人生嘅一個部分，而悲傷係我哋面對失去之後嘅自然反應。但係我哋可以喺悲傷裏邊揾到希望，並且重新嘅生活。就等我哋一齊嚟學下點樣喺失去之後揾到希望。失去雖然讓人感到痛苦，但係佢都可以讓我哋更加珍惜擁有嘅一切。例如，當你失去咗一個好好嘅朋友嘅時候，你就會更加珍惜而家你身邊所擁有嘅朋友。點樣可以揾到希望呢？第一，回憶美好嘅時光，回憶同失去嘅人或者事物之間美好嘅時光，呢一啲都可以讓你感到溫暖。第二，設定新嘅目標，例如學習新嘅領域，呢個新嘅技能，呢啲都可以幫助你尋找到生活嘅意義。第三，幫助下他人，因為幫助他人可以讓你感到滿足，並且揾到新嘅價值。第四，尋求支持，同家人或者朋友去分享你嘅感受，佢哋嘅支持係可以幫助你尋找到希望。走出悲傷係需要勇氣㗎，但係呢個亦都係一個重新開始嘅機會。當你揾到希望嘅時候，你就會發現生活雖然充滿住唔同嘅情感，但係你仍然充滿住希望。嘗試列出你喺失去之後學到嘅嘢，並且思考將呢啲經驗應用去到未來嘅生活裏邊，呢啲都可以幫助你更加好咁揾到你嘅希望。